以赛亚书第38章，希西家王破病。迄个时阵，希西家破病，病甲得要死。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来见伊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护士着交代好势，因为你会死，病袂好。希西家就活转身壁，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带领我安怎忠诚尽心服侍你，做你看最好的事。希西家就大声啼哭，然后上主对以赛亚讲：你去甲希西家讲，上主你的祖先大必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有看到你的目屎，看咧，我要互你的岁数加添15年，我要解救你甲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会保护这个城。以赛亚讲：着摕一块无花果药膏搭伫粒仔，王就会好。希西家问讲：有甚物兆头互我知？我会上去上主的殿。以赛亚讲：上主要实现伊所讲的代志，这就是上主互你的兆头。看咧，上主要互照伫阿哈斯所做日晷的日影倒退10度，果然日影倒退10度。犹大王希西家病好了后写这首诗：我想讲，我伫壮年的时着离开世间，行入阴间的门，袂当享受我所剩的日子。我想讲，伫活人的地，我袂当阁见到上主；伫世间的子民中，我袂当阁看到人。我住的所在受拆，亲像牧者的布边受刷走。上主亲像织布的人，将我的性命卷起来，佮对织布机甲布剪断。伊伫一日的中间，就要结束我的性命。我规暝哀哭，直到清早。伊亲像使拆碎我所有的骨头，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。我亲像婴仔啾啾叫，亲像粉鸟咕咕吼。我举头望天，目睭延黄夜深。我受欺压，主啊，求你解救我。我袂当讲甚物，伊甲我应允，嘛有照安尼做。我心神苦痛，失眠，郁卒过日。主啊，人靠你来活，我的心神对你的应允得到气力。你有恢复我的健康，互我继续活落去。我受遐尼大的苦痛，确实有互我得到利益。你拯救我的性命脱离灭亡的深坑，将我的罪ฮ็伫你的脚趾后。因为阴府袂当感谢你，死亡嘛袂称赞你，遐个落阴府的人袂当期待你的信息。活的人只有活地的人会当称赞你，亲像我今仔日安尼。做老爸的要互因所有的囝儿知你的信息。上主要拯救我，愿要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用弦乐伴奏唱歌。